老头必喜欢你，你太不了解自己了。真不会啊，我感觉喜欢我都是年龄偏小的那种。你去医院逛一圈，就你这个身材，只要是有老头在的地方，他得盯死你看。因为很多人说人之将死，其心也善，但是我换一个维度来讲，人之将死，其心也色，也是禁欲克制了一辈子，装了一辈子老实人，都快死了，死之前必须要好色一把。你就会发现老头眼睛像侦察机一样盯着你看，你信我？哦，真的吗？你去那种老头多的地方，你走一圈，你必爆第三视角发视频，你能火？你信我？你就穿高跟鞋，有点偏胖了吗？我需不需要减肥？不用，你就让运营拿手机拍你，你就往老头嘴里扎，你就看老头的眼神，就像锁定侦察机一样锁定你，必火。看又不要钱，对啊，都没老头愿意为我消费。没关系的，等你在这个圈子火了之后就有了。脸像一个清纯的少女，下半身像一个性感的斑马，斑马的身体上长了一张清纯的脸，显得你的脑袋特别小。说实话，可以了，太牛了，身材。好，可以了。